来关心日本自民党甲共产党，还有几个机关的社军平台，为去年5月份就收到恐吓的闹话。日本警方查到这闹话 IP 是伫台湾，2个警方联手抓到人伫咧宜兰这个县场的嫌犯，目前是照恐吓罪该起诉。前外头的嫌犯到宜兰地检署复讯，因为伊的闹话伫代志引起真大风波。5月起，接获日本警察厅通报。 指出，日本各地发生多起网络恐吓的事件，恐吓的对象包含日本政治人物及团体。车顶放炸弹啊，去主题放火，也是开枪射杀这个网络闹话。虽然闹话效果无同，暗过画面同款。互伊恐吓的包括日本自民党甲共产党，也有20外个众议员甲地方议员。因为恐吓效果，叫做一个日本漫画家，伊嘛赶紧大文背会。经专案小组深入清查日籍受害对象。 分析涉案 IP 网络服务申装地等相关事证，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后破获，并获得作案手机1支。台湾警方去年11月接到日本通报，今年11月面册嘛侦测真侪恐吓言论的高风险笑话，检警缉捕建立资料库，分析嫌犯的手法。今年2月以 IP 电资讯查到涉案县场的嫌犯，去伊的主题所在。2月20号去搜索他家，那在 他的手机里面有发现的这一些犯罪证据，确认了犯行之后，移送给宜兰地检署。根据了解，县场嫌犯好亲像因为长期失业伫厝，才用闹话来表达不满。不过闹话毋但引起日本当地紧张，嘛影响咱国的国际形象。检方侦结了后，已经依照恐吓罪起诉县场的嫌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